大家好，歡迎收睇明報530。今日係4月4號星期五，距離聯邦大選投票日仲有23日。聯邦政府今日凌晨突然間更新加拿大人去美國嘅旅遊警示，而家唔止貨物入口美國打稅麻煩，就連人入去美國都麻煩埋添。好多人都會用埋同一張嘅 Petro Canada 油站洗車卡。有人因為共用分享得太緊要而俾人哋停咗張卡。530記者於是親身去試試，發現一般你共享一卡去洗車未至於被禁止，不過有陣時油站職員都會有啲方法煩下你㗎。大雪過後天氣好返啲，珠寶劫匪又出動啦。士嘉堡一間珠寶行琴日第二次俾賊佬開倒車撞爛大門打劫。西岸嘅卑斯大學宣布，下個月亦即係5月1號起，持工作簽證嘅學生同佢嘅配偶按國際留學生嘅標準收費，而唔再係收取本地學生嘅學費。新措施令到一啲華裔學生嘅學費一夕之間暴升。新學費對於透過救生艇嚟咗加拿大而又未攞到 PR 身份嘅香港人影響好大。明報星期六週刊上個星期已經報道過 UBC 加學費嘅消息。UBC 對於2025-26年入學嘅本國新生，依唔同嘅科系，一年嘅學費係6000蚊至到1萬蚊之間，但國際留學生嘅學費一年係介乎49500蚊至到64000蚊。一名今年秋天即將轉入 UBC 就讀嘅華裔學生話，由於家長持有長期工作簽證，所以佢以前交嘅係本地學生嘅學費，而而家學費就大幅增加好多倍。佢話仲未收到有關學費改變嘅電郵，佢係喺網上尋找 UBC 校董會開會記錄嘅時候先發現。UBC 校董會喺3月28號通過修改學費規定，於5月1號實施。如果淨係 UBC 咁做，受影響嘅學生仲可以轉去第二間大學。而家最怕嘅係聯邦政府收緊海外學生嘅留學簽證，引發專上學院嘅收入減少，其他大學跟住就會學 UBC 用呢個方法增加收入，到時想轉第二間大學都冇得轉。受到原料同關稅影響，大部分電器由4月初起大幅加價，你而家唔買等幾時啊？請即嚟怡和電業選購，怡和電業信譽超著，電話416-754-3860。而家啲匪徒打劫珠寶行手法已經公式化㗎啦。商場入邊就係錘仔剝玻璃，向街嘅珠寶行就係揾架貨車倒後撞去棟大門。士嘉堡 Sherwood 及Morningside 附近嘅一間向街珠寶行，呢2個月嚟就俾匪徒2次用 pickup truck 倒後撞爛棟大門，想入鋪頭打劫。唯一對老闆有啲安慰嘅就係2次佢都冇損失。最近呢一次嘅劫案係發生喺琴日下晝6點半嘅時候，當時鋪頭裏邊仲有一個顧客，老闆娘就向呢個顧客介紹緊一款頸鏈，突然間聽到巨響，睇見一架 pickup truck 倒後撞咗入大門。老闆娘、老闆佢哋嘅細路哥同埋個顧客都大驚失色，即刻就走到鋪頭後邊喺後門走咗去。監控錄像顯示，5個匪徒坐喺車入邊倒後撞爛棟大門，撞碎咗前門同埋櫥窗嘅玻璃。商店嘅成個前門幾乎全部爛晒㗎啦。老闆娘話：匪徒空手走咗係因為佢哋係做訂製珠寶，鋪頭裏邊冇存貨㗎。咁樣俾人打劫亦都唔係第一次，8個禮拜前就已經發生過一次。而家每日佢都擔驚受怕，驚有車撞入嚟。佢話1年前佢租咗呢間鋪，佢曾經要求物業公司喺佢鋪頭前邊裝一個石屎嘅屏障，嚟防止呢一類事件發生，不過唔成功。佢話冇屏障，我哋就冇辦法阻止呢一類事件。呢個對佢同埋對佢啲細路哥嚟講都係太可怕。佢話而家我哋係生活喺恐懼之中㗎。遇劫嘅珠寶店係位於一個南亞裔鋪頭聚集嘅小商場裏邊，隔離嘅一間鋪頭嘅店主就話：珠寶行肯定係俾人哋盯上啦，因為佢第2次俾人打劫㗎啦。另外一間南亞裔餐館嘅人話：呢個商場就係得呢間珠寶行高檔啲，應該係俾啲賊佬夾住㗎啦。而家啲匪徒真係太過囂張，開車夾硬撞，然後咁去搶劫都有嘅。長城拍賣評估行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可以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亦都可以上門洽談。電話查詢647-533-3888或者416-495-6888，或者上 Google 搜索
多倫多長城拍賣行。近日社交媒體唔少貼文都話 Petro-Canada 嘅自動洗車機唔再容許客人共用洗車，自己用共享洗車都有2年。見到呢啲貼文都係半信半疑，問過共用洗車群內朋友，佢哋都話一直用緊冇問題。琴日係自己被分配日子，開車到士嘉堡一個 Petro-Canada 加油站，遇上進入自動洗車機。Petro-Canada 加油站嘅手機程式容許客人登入後輸入加油站自動洗車機前閘口顯示密碼，就可以內進自動洗車機。自己開車去到自動洗車機閘口前，如常打開手機程式，輸入閘口前顯示密碼入手機之後，閘門就打開，進入自動洗車機內，未有遇到任何阻礙。越嚟越多客人利用共用洗車去降低洗車費用，90日有效套票，一週有7日，只要揾夠7個人就可以大幅降低費用。由於共用洗車證已經係公開秘密，越嚟越多人用呢個方法節省洗車費，有人更公開喺社媒上揾人搭檔加入洗車套票，做到太過明目張膽。加油站係唔係因為咁樣對部分肆意揾搭檔嘅客戶發出封號令，自己就不得而知。加油站對於部分持證人共用洗車證向來係知道嘅，因此經常要求客人重新載入用戶號同埋密碼，打擊過度嘅共用。客戶持有實體卡喺同一工作場所內，只要參加者守規矩，定好參加者使用嘅星期內日子，用完之後將實體洗車卡交到下一位同事，如此類推。依家共用仍然係可以繼續落去，但之後會唔會有變，依家就好難料。我係 Audi Uptown 總裁 Helen Chin Kershaw， 我哋擁有安省至大嘅華人營業團隊， Audi Uptown 係你嘅首選。聯邦政府今日凌晨突然間更新南下美國旅客嘅官方建議，所謂建議多少就係提醒，講嚴重啲就係話警示。大約2個星期前，聯邦政府先向加拿大人去美國嘅時候發出過警告，主要係提醒去美國嘅時候，如果你逗留超過30日，就要向美國公民同埋移民局登記信息。而喺今日凌晨時分更新嘅旅遊警示，就係叫大家要備妥身份證明，以防過境嘅時候俾美國海關刁難。聯邦政府特別提到，美方係可能隨時要求檢查你喺加拿大嘅合法居留文件。網站好明確咁提醒話，如果你俾美國邊境官員拒絕入境，加拿大政府係冇辦法介入嘅。政府更新嘅內容指出，美國邊境官員係擁有高度嘅酌情權，係會嚴格執行入境規定。旅客應該預期喺口岸接受詳細嘅盤查，包括咗電子設備嘅檢查，同邊境人員互動嘅時候務必配合，而且要坦誠。如果你被拒絕入境，你可能會被先拘留一段時間，然之後先會將你遣返。而呢一次更新赴美旅遊警告發布之前，已經有多宗加拿大公民遭受美國拘留一段時間先遞解出境嘅案例。華盛頓州移民律師桑德斯就提醒加拿大人，佢話喺邊境緊張嘅情況底下，商務旅客係應該準備美國合作方嘅邀請函同埋加拿大僱主嘅證明信，明確指出你呢一次嘅行程只係參與會議，並唔係受僱於美國嘅企業。而關鍵嘅策略就係最好喺設有美國海關嘅加拿大機場出發，就係好似多倫多嘅皮爾遜國際機場同埋溫哥華嘅國際機場，因為到時你就算被拒絕入境美國，仍然可以安全返屋企，唔使俾佢哋收監入去拘留所，因為喺法律上你仲未正式進入美國領土。自從特朗普1月簽署咗保障邊境安全嘅行政命令之後，去美國嘅旅客同埋移民就面臨更加嚴格嘅審查。特朗普話喺過去4年，美國遭遇前所未有嘅大規模非法入侵，數百萬嚟自全球嘅非法移民成功入境美國，其中可能混雜咗恐怖分子。
外國間諜、毒梟成員同埋暴力組織分子。咁你就要睇下你自己似邊類人啦，以至到俾美國拒絕你入境啦。關鍵金 Athlon 5根治退化性類風濕關節炎、前列腺炎，活力 Power 16提高荷爾蒙，促進睡眠，增加骨質密度。詳情可電289-288-2888或到豐泰恒豐超市均有代售。特朗普琴日公佈完佢嘅對等關稅政策之後，北美金股齊跌，看美國解放重光。不過琴日跌市好似仲未跌得夠啊，今日再跌跌添，而且跌多啲添啊！加元匯價今日係70.34美仙，跌咗0.74美仙。而家1加元對5.46港元，5.11人民幣，103.19日元。多倫多 TSX 綜合指數收市報23,193點，跌咗1142點，或者係跌咗4.69%。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市報38,314點，跌咗2,231點，或者係跌咗5.5%。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收市報15,587點，跌咗962點，或者係跌咗5.82%。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市報5,074點，跌咗322點，或者係跌咗5.97%。紐約6月份期金每安士報3035.4美金，跌咗86.3美金。城興海味春季親節競減，特價貨品9折，世界各地海參、花膠、海味湯料、藥材、加拿大名牌手信、標屬安省花旗參、參茶、參糖，加拿大製造嘅康佳美保健品、護膚品，巴西著名嘅第一排綠蜂膠，城興海味信心嘅保證。查詢電話416-298-1211。計埋今日，距離聯邦選舉投票日仲有24日。根據 CTV 同環球郵報委託 Nanos 進行嘅民調，自由黨嘅支持率繼續上升，領先保守黨10個百分點。自由黨嘅支持度有46%，保守黨獲得36%，排第3嘅新民主黨支持度9%，跟住係夫人政團嘅5%，綠黨嘅2%及人民黨嘅1%。自由黨喺關鍵戰場安省取得顯著嘅領先優勢，支持率高達51%。保守黨喺安省嘅支持率只有36%。總理人選方面，自由黨黨魁卡尼仍然領先，支持度升到51%，而保守黨黨魁博麗哲就跌到31%。新民主黨黨魁左面成保持5%。我係亞佳淨水 Michael Chiu， 飲用清潔水可以加速身體嘅新陳代謝，排除毒素。記得飲足夠同乾淨嘅水，首選一定係亞佳淨水。聯邦大選競選活動第13日，保守黨黨魁博麗治今日話，一旦當選，會修改刑法，更嚴厲對付罪犯。佢話唔少重犯由於依家刑法寬鬆，喺犯案後可以假釋外出，之後又再犯案。佢以向伴侶施以暴力同性侵即犯為例，佢哋喺假釋外出後又再侵犯伴侶。佢話會修訂刑法，訂立新法例防止呢啲罪犯再犯案。其次會將呢啲罪犯關進監獄，唔會俾佢哋假釋外出。佢哋刑滿出獄後要戴上能追蹤佢哋行蹤腳鐐。另外佢話會修改刑法，唔會俾殺害伴侶罪犯控罪由謀殺降為誤殺。佢又批評自由黨黨魁卡尼連串政綱都涉及肆意花費，未有一項係節省公共開支。卡尼今日喺滿地可被問到以加國為基地全球投資公司布魯克菲爾德資產管理公司喺百慕達註冊避稅一事，佢回答自己已經辭退該公司職務，而該公司決定係董事局集體決定，符合規管條例同法律，而該個決定亦對加拿大退休基金資產有利。對於企業稅制度，佢話一旦當選組建政府，將會以此列為政府優先處理項目。佢同時宣布，一旦當選，政府會繼續支持加拿大廣播公司，並指出呢間公司新聞能為全家帶嚟本地新聞，對所有加拿大人都發揮作用。
佢又列出每年向 CBC 增撥1.5億元政綱，俾 CBC 經費會喺國會內討論，保持透明度。新民主黨黨魁祖面成今日話，大企業必須支付稅金，一旦當選會堵塞稅務漏洞，以防企業遷冊避稅。佢強調，企業只有喺對國家有利嘅經濟原因之下，先至會獲准到海外註冊。灰人政團黨魁布蘭謝今日話，該黨喺省內能爭取更多議席，有助阻止自由黨組成多數政府。佢又話喺過去2屆政府，灰人政團都發揮呢項作用。士嘉堡有變態暴露狂對住一名13歲嘅女仔露體，警方呼籲大家要小心提防同提供消息。琴日亦即係星期四晏晝1點半左右，呢名男子喺士嘉堡 Burroughs Hall Boulevard 同 McClure Crescent 露體。當時駕駛黑色本田思域嘅男子接近一名13歲嘅女仔，假意請求幫助。據稱佢係一名中東人，20到30歲之間，身高5尺10寸，身材瘦削，留住黑色短髮，白色皮膚。調查人員話，佢哋已經開設咗一個網上門戶，俾公眾提交影片或者係照片，以協助調查。任何知情人士請主動聯繫警方或致電滅罪熱線。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係攝氏4度，聽日最高氣溫係攝氏11度。大多倫多地區聽日嘅普通無鉛汽油價格會跌7仙，每公升132.9仙。今日係清明節，大批市民按傳統前往掃墓祭祖，其中於鑽石山站公交運輸交匯處小巴站大排長龍，警方喺墳場入口處設人流管制，唔少市民帶同祭品前往鑽石山金塔墳場。另外，柴灣歌連臣角道墳場同樣人頭湧湧，現場實施人流管制，警方亦喺各區實施特別交通安排，封閉部分道路。根據入境處數字，截至今日中午4點，各口岸共錄得約281000入境人次，其中內地入境人次約157000，佔整體入境人次約56%。至於出境人次就錄得約455000，其中本港出境人次約404000，佔整體出境人數約89%。西區警區自今年2月起錄得2宗爆竊案，涉案地點均為薄扶林山邊豪宅。西區警區人員隨即展開調查，包括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成功鎖定一個涉及廣西維嘉邦成員嘅爆竊集團。琴日拘捕4名非法偷渡來港嘅內地男子，警方相信佢哋設計至少5宗爆竊案件，盜去價值375000蚊嘅財物。行動中，警方起回價值125000蚊嘅贓物。西區警區重案組偵緝高級督察林景年指，涉案賊人以頭套或口罩遮掩樣貌，趁單位冇人或深宵時段潛入單位，撬開窗門入內爆竊。得手之後轉乘唔同嘅交通工具逃走。警方琴日朝早11點幾突擊搜查元朗秀富街一個目標單位，當場拘捕4名內地男子，佢哋報稱地盤工人或無業，全部係非法入境者，介乎30至42歲，涉爆竊及非法入境罪。初步調查顯示，該4名維嘉邦成員今年1月下旬從陸路非法進入香港，4個人均來自廣西。據悉，其中2個人姓韋，4個人係同鄉冇親戚關係。佢哋涉嫌租住元朗一個住宅單位為基地，犯案期間居住於呢個單位。警方於單位起回部分贓物，包括價值8萬元嘅珠寶首飾，以及約45000蚊嘅現金，並檢獲多件爆竊工具，包括螺絲批、鋸、剪鉗等等。4名被捕人正被扣查。呢度，明晶。嚟咁多位望望呢度，有咩整親嚟㗎？就係小事嚟嘅，我唔小心咁樣跌親2隻腳咁樣，不小心這樣。你喺邊度跌親啊？工作嘅時候，拍攝嘅時候，沒有傷到那個骨頭，後腿、小腿有一點縫針，沒有影響到太多嘅生活作息。會好返嘛？擔心有疤痕咩？嗰個醫生弄得手工很細。電影嚟嘅。電影嚟嘅。後日就返去拍，好似有時間休息一下。話你頂唔住貴租啊？係咪咁講啊？唔
係，因為真係太細，嚟到我嘅屋企就哇，我都會說哇，怎麼那麼小？這樣，就是那個大小才200多誒，一個天台都200幾尺。我之前就因為嗰個天台覺得好特別，但係而家先知冇咩用，因為唔係落雨就颳大風，香港嘅天氣。